頭先講到地區法院、家事法庭嗰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個地方嘅使用呢，真係好有限嘅。而家家事法庭、法院有6個咁多。6個啫，其實得6個，但係每年呢要處理2萬幾宗嘅案件。咁我哋見到呢好多房間啊，或者係等候地方呢都係唔足夠。咁我想問呢，你而家開設呢一個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呢，除咗係選址之外呢，會唔會喺現有嘅設施之下或者地方之下呢，再去優化而家現有地區法院嘅地方？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啱啱陳議員講咗佢嗰個講到嗰個司法常務官職位。其實我理解而家嘅工作係好繁重嘅，因為我哋處理好多地區法院嗰陣時都睇到而家好多嘅法官呢都係需要我哋去做一啲案件管理嘅情況，所以但係呢文件上呢全部都係紙質版。咁我哋見到法官次次咧都係攞住好大沓嘅文件，去由頭開始睇落尾。如果轉咗法官咧，佢更加又要再重新睇過。咁但係會唔會係可以響科技上可以改善呢個問題咧？就可以解答到阿陳議員嘅問題，有幾多宗或者去處理啲咩案件，使幾多時間？加咁多人數係咪足夠？第三個問題就係司法管轄權嗰度，而家我哋睇到將來會有一個更新咧，由100萬轉到300萬。請問呢一個增加咧，會而家嘅即係增加嘅職位咧，係咪足夠去應付將來呢一個司法管轄權嘅擴大咧？唔該。